如果我只可以揀一個動作去練二頭肌，我一定會揀 Pelican Curl。點解？首先，動作對比起手臂係喺身體旁邊同埋前面嘅 Bicep Curl。Pelican Curl 係能夠將二頭肌拉得更長，刺激係更加好。其次，動作最受力係喺最底，手臂接近全直嘅幅度，對十字懸垂、俄式挺身等等嘅直臂專項動作係有良好嘅 carry over。做 Pelican Curl 嗰陣，先將吊環調校至腰間嘅高度。然後身體連同吊環往前行，直至吊環嘅上端係中上空嘅位置。反手，然後將吊環放喺身體嘅兩側，咪起腳尖，容讓身體往下傾斜，慢慢放直手，再靠二頭用力將身體拉返去原位，重複完成。吊環越高，身體越接近垂直，動作就越簡單；吊環越低，身體越接近水平，動作就越難。會建議大家將動作放喺拉力課表嘅最後，每組做8至12下，每星期做4至8組。而假如你有日能夠喺水平嘅位置完成到 Pelican Curl，你二頭嘅力量同埋維度係絕對唔會失禮。